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《申命記》第3章第1節至29節，主題係第一篇講論戰勝河東兩個亞摩利王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3章記載，巴珊王噩喺以得來同以色列民打仗，以色列民擊殺咗巴珊王噩，奪取咗60座城，完全消滅城裏面嘅居民。摩西將巴珊地同埋西宏王嘅土地分俾流本、迦得同埋瑪拿西半個支派，另外亦命令佢哋要協助其他支派征服迦南地。摩西鼓勵約書亞唔需要懼怕迦南地嘅諸王，因為上主必定幫助佢哋，就好似上主過去幫助以色列民戰勝亞摩利王西宏同埋巴珊王噩一樣。最後，摩西懇求上主俾佢可以進入應許之地，但遭到上主拒絕。上主只容讓摩西登上皮斯加山，遠望迦南地，同埋囑咐約書亞接續摩西嘅工作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3章記載，上主拒絕摩西嘅懇求，而只容讓摩西登上皮斯加嘅山頂，遠望迦南地。咁當上主嘅計劃同你嘅心願唔同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謙卑順服，接受上主嘅主權同帶領呢？